看到像有一个天桥，还有后背有一个客家传统老火风，看起来很非常个正咯。了特别是南挑人嘅草墩子，了特别大约有90%以上都係河洛人咯，講解也係河洛話。其實大家唔講唔知哦，材料特別嘅客家鄉親有大約8600人少哦，佔總人口數有200遍呢。所以了特別客家文化嘅氣氛還係動了哦，有兩餐準嘅水準文化，也有染天，也有水天。當然了特別也有動到嘅那個移民廟哦。今日出面大會非常歡喜來到南挑嘅草墩，除了了特別財體嘅客家鄉親，還有簽一場嘅長心力嘅那個客家協會，最後咧探討財體嘅客家文化到底樣辦春心發揚。呢啲係一批許多討論嘅現場。開會了！歡迎大家聽聽講條呢度出面大會嘅討論現場哦。基本呢啲流量嘅會所都係咧個草墩嘅總年裡，了特別係行人最持重嘅會所哦。喺卡看到順條有報中獎，了也係都慶祝新埔移民廟本鄉國內嘅哦。算係兩片當年嘅時節到移民節，係咪轉到新埔去團市哦？所以今日出面大會到兩片來可以講呢個客家文化發展有幾個代表性。雖然講今日天氣係唔好嗬，要落到水霧啊，不過看到呢個草墩鄉親都非常嘅熱情咯。今日大家都其中兩篇，橋下都可以講哦。兩篇為大家紹介，今日咧參加嘅特別來賓，第一位我哋看到係南挑人政府客家事務科嘅科長鍾耀進，鍾科長。大家好。歡迎你。第二位嘅紹介係呢草墩警工所嘅主任秘書劉秋露，劉主秘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朋友們，大家好。三年為大家紹介係禮拜要主持呢草墩警嘅客家文化調查工作嘅學者哦，佢係中州課大嘅教授鍾期待鍾教授。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現從呢日看到東道草墩嘅鄉親都來了哦，一片謝老大家觀眾朋友來熱笑一下，讓大家看到呢條嘅熱情哦，哦，很強哦，是唔係？歡迎大家。我哋下做一個調查哦，你大伯你下很曉得講客家話嘅唱跳手，哦，看一下，唱跳看一下，客話講客話下唔到嗬，好，是唔係？講下嚟，好，我請問一下嗬，你個先生，你係你企起來請問一下，你本單阿公陪介片係哪位來嘅行人哦？我公會苗栗過來嘅，係國姓外省過來草墩入邊嘅。所以你係呢片出世嗎？唔係，水務寮。國鄉水務寮，你下祖父下會講客話麼？我會講，非常好，感謝你。看到呢片嘅鄉親，雖然講材料片對按價落戶和大體嘅度總普100嘅行人來到呢大波，不過係有部分嘅人呢下係曉得講客話，係講到一陣半咯。所以呢，呢今日度來到呢大波咧，可以講就係為談呢片嘅鄉親，佢哋嘅欣賞，尤其對客家文化嘅發展，為了有樣嘅想象哦。在正式嘅討論之前，呢先跳過下部嘅樣片，來關心了解到草墩客家人嘅故事。各個條年移民也強調，也係報中獎，百年行人嘅傳統信仰，係南挑草墩也有90%以上河洛人嘅鄉親之中，顯明嘅客家族群會見中獎。天性嘅少記鄉，純少數嘅行人，為材料大伯天天嘅青春，佢條嘅客家記憶。我公嘅時代是做技術哦，銅鑼嘅落嘅，變人家入屋啊，入家老幾啊呢，差唔多19戶啊呢，人家大邊都全部都客家人做啦草墩橋名草海墩，早期工商業發展，寫到一道土著廟嘅行業，嚟到了大伯落實。佢條三萬嚟講中，到了片嘅配內，繪出一口嘅好聽，通條嘅水準，也講能解用世界歷史。都安尼客家人學一陣哦，話陣已久嘅啦，差唔多有90年嘅，就差唔多安尼啦。都阿爸嘅傳下來，都雙批嘅人安尼來也開發啦，來也
港中啊，客家人都啊七早恁。系种下没有显退，因查累累稀稀嘅种上街，系真风水老人嘅为所。而哋客家传统700嘅派儿，也老人讲咧一个大病嘅客家故事。打造退休嘅少路路嘅农民团，用机器建构，用心做出技术独嘅老美水。即个客家即个传统吼，袂使你好无去啦。吼，我准时，因为我自己那就准时5点就去到店里。大只国头就有行人嘅信仰老大病，草顿行人大约有8,000杀，占总数嘅19亿。为咗为赖群客家语式，今年3月份，草顿客家协会正式成立咧。第二旧了，无成立吼，俺总要坐位人伊上课啦。跳过参加客家社团，抢做的许多男跳也系重要，也下有7家嘅协会，草顿行人喊卡手客。从罗斯腿安有钱，书包也过后到隔壁领杀国家，贵妇嘅响应，将心理嘅草顿客家会非常热情。逐礼拜3会出来拜访，希望讲能再多一点人来加入俺的客家文化协会吼，让俺的客母语吼发扬光大。了目前啊是讲要爱到现啦吼，就讲了现古办吼，希望你种就参个师资。来寄托帮啊你俩哎，啊你客家文化吼，啊你了现古办，我了继续咧传承下去，系啦。文化理念都系草顿客家会为达标嘅目标，为了卢汉东冲，大家都信呢下就系好嘅开始。呢度影片之中看到非常热情嘅客家乡亲，大家都从朋友共用哦，从贵妇人啊、书包人，他们出来搭最久哦。所以讲到草顿呢个大家上目多有行业嘅为所，其实还系有当多嘅客家乡音，客家人都了达无咧穿心。了达无也看到伊多嘅乡亲，毋过爱随机找一个乡亲来问一下。那个先生你好，强烈去去咧，请问吼，你了下未晓晓得讲客话冇？很晓得啦。你主部系哪位来喏？拖人新木。拖人新木嘿。嘛，个世界来到呢片草顿。我是台人，差唔多13岁去到搬下来咧。这亚先生，你都武行人在那边系做嘛个跳路喏？啊，侬钢天啊，钢钟啊，嘿。嘿，钢钟嘿。啊，材料好路钱呐，平常时讲客话有昂贵吗？啊，差唔多啦，你拢差唔多拢好容易头，安尼了附近就开始搞到行业啦，嘿。今日那个重合看到安多行业朋友东风鱼吗？东方鱼啊，东方鱼。好，感谢您抢凑。镇公所的刘主秘，刚刚相信讲到说，他们其实在祖辈的时候是从中部以北的客家人来到我们草屯这边安家落户哦，都耕种的比较多啦哈。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团体强势是福老文化的这个草屯镇，是南投的第1大镇哦哈。我想知道说，镇公所为什么在这几年来会想要在找出客家这方面有所行动啊？动机是怎么样来的？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在草屯记忆区有将近8000位我们客家的乡亲哈。那最近镇公所这边有听到很多乡亲在反映哈，那乡亲们要参加属于自己客家乡亲传统文化的活动，都要到我们邻近的中寮或者是国庆去参加这样哈。那这个对公部门对各位来讲是一个很抱歉哈。那所以各位的心声我们听到了，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哈。那所以在这1、2年，我们就很积极的希望说，能够结合民间的团体来给我们公部门共同来做客家乡亲这些传统文化的发展跟发扬哈。那所以在去年就承蒙我们范理事长还有很多乡亲的帮忙哈。那经过1年的时间，在2月份，我们草屯客家文化协会也成立了。那希望这个成立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乡亲在这个协会的结合之下哈，以镇公所公部门的共同努力，能够让我们各位乡亲在我们草屯在地就可以来做这种各位属于客家乡亲的
各种传统活文化的动啦，发扬。了片也会抢民众口中哦。你地图，你南投人有13乡镇啊吼，了也台地学院学倒界像是种了啊、国祥啊，还有布里，了系学台界。毋过对了片草屯甲客家乡亲吼，看起来相对人数下少，毋伫对让支付了片甲立场哦。人摆用咧普通，还有你用班咧垦台，你了下有客家协会安样心理甲问题呢？今天府里片吼，大概嘛伫吼，因个演讲啊，李朝清县长吼，伊嘛迄因客家人吼，伊本来毋伫伊自家客家人，迄2-3年去寻亲啦吼，去大陆寻亲之后，讲伊讲哦。原来伊嘛迄客家人，所以伊本来都真支持。你讲伊客家人了，伊佫喊啊支持吼。所以呢，因个演讲嘛迄因草屯人哦吼，还有因个副总统吼嘛迄嘛迄草屯人吼。但是伊就讲一句话吼，伊讲虽然俺毋晓讲客话，但是俺啦客家人的话吼，通到心肝肚去，俺落实到行动落去吼。所以草屯也系讲主善安用家实向真也强用通道吗？是，嘿，所以讲，对草屯俩吼，去年吼，我们在文化局里片吼嘛，经鼓励各乡镇吼来提报吼，客委会吼来补出提供来做客家资源的调查吼。两摆呢，县政府里片嘛来辅导草屯的公所吼来提报计划吼，计划来成熟吼嘛无简单啦吼，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吼，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吼，修改嘛无简单，因为当时还毋伫讲吼，总了片就按道嘅客家人吼，当初因知道安尼按好嘅资源的时候，因都鼓励讲地方清楚我来做调查，那。无简单吼，力量应该是表出去咧吼。尤其吼，总演里片吼，不但按到客家人，还有嘛个龙泉郡吼。大概嘛伫吼，咧郡吼，然后客家人的身份吼是密密相关啦吼。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不能没有客家人？台湾不能没有客家人的原因是我们客家人大部分总他做农诶，做农诶老水啊。关系是相当密切。那科长我就好奇啦，像县政府客家事务科这边对了边草屯啊，也系讲主善安样个客家乡，你看客家人天天咧有会展现几条表现文化嘅时间吼，对几条你认为最重要嘅任务哈，就是要先做这种田野的资料调查，让客家嘅知识系统做在建立起来啦哈，所以你还也要走了些时期啦哈。那边问题就要请教钟教授，相对一些文化形象比较鲜明、标的明显的，像桃竹苗地区啊，还有六堆地区的客家人来讲，像我们这边南投的草屯啊，过去的相关客家学术研究好像并不太多。那好像从教授今年也主持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在草屯镇上哦，客家人比较聚集的大概是哪一些地方？他们又是怎么样迁徙过来的呢？草屯镇呢，它的客家人口大概8600人。那这个在人口比例上，因为它全南投县的人口大概是10万左右，所以大概是8.6。那8.6里面，如果是按照人口比例来讲，草屯是倒数第3，它的客家人口的比例哈，它只比这个民间还有鹿谷多一点点。但是就人口数目来讲，它是从前面排第3。好，因为客家人最多埔里。那第二多的是埔里，大概19000人，是国姓大概12000人，第3大就是草屯8600人，所以从人口数来讲，草屯其实是客家大镇。草屯的客家文化很丰富吗？它的一些点。所以草屯因为它有个特色叫2次移民。我们看，因为我们的主城是义民庙包中宫，包中宫义民庙是非常传统台湾在地的客家文化，这种客家文化是大陆没有的。因为客家文化有2个主神，一个是三山国王，三山国王就是说很早嘛哈，大概1000多年以前就有了。所以我们义民庙所共事的地方，刚刚我听到各位乡亲里头，你们大部分都从桃园或者是说苗栗或者是说丰原过来，所以这是2次移民。就台湾的这个民族迁徙来讲，它第2次来到这里，因为它客家民族第1次来这里的不是草屯，而是在别的地方，可能是在苗栗啦、桃园啦，或者是东势那边。所以它是第2次迁徙，所以这是一个特色。那这些2次移民的客家乡亲来到这边，主要是因为产业经济的关系吗？客家乡亲呢非常吃苦耐劳，好，那吃苦耐劳，所以这个地方其实非常贫瘠。如果没有龙泉郡的话，这个地方是非常贫瘠的地方。但是有龙泉郡开凿的关系哈，龙泉郡其实
黄春凡他其实是闽南人。我们草屯有4个大姓，一个姓洪，一个姓简，一个姓李。好，那这4大姓里头，姓李的是客家人，刚刚主持人有讲，像李朝清县长就是赵安克客家是赵安克哈。那所以呢，这个龙泉郡它其实是因为黄春环他本身是这个雾峰林家的，他原来是替他做书记的哈，是，然后卖樟脑，所以这个地方原来樟脑很盛，可是现在因为樟脑没有了，好，所以呢甘蔗还有这个稻田，好，就我们看到都稻田，所以这是。草屯的3大产业是，但这3大产业里头，其实樟脑不见了，因为樟脑很少了，好，所以我觉得当时客家人来到这里来，当然是生活的因素，所以他迁徙就从大概国姓那边再转过来这边，对，那当然也有一些是从南部来的。所以赵忠老师这样说，包括我们这里的烟田、水稻田，还有过去的水郡开凿，有很多的客家故事可以对外人宣说哈。好，谢谢。你所以堂都高雄安用顺便咧搞扫改就地道，你丑顿那边普通人印象系福老庄、河洛庄的地方，啥又安豆哈安进才丰富个哈个文化哦。那边跳下也听到主秘跟我们讲了，在首张年哈。热腾腾才刚出炉的，我们的客家协会也新的咧吼，伫了边个客家乡亲对人白果吓吼，你起家有菜提个客家沙屯的哦，就客家协会咯，人白从三个大起拔，是许多安然个为所都过上都种了，伫了下大家心情一许多。了下宪法地图又嘛该上的，客家协会也是讲，政府部门做得咧填收咧费用，伊着甲客家甲上法。我想讲吼。因呀，草屯文化协会成立的吼，对因草屯的协会吼，文化成立的吼，这层层吼，毋是有法度吼，天气吼，天气的来规划因客家的母语啊吼，也迄讲歌谣啊，舞蹈啊吼，产业啊吼。来做伊个系统的规划吼，来做伊个系统的发通啊吼，有法度吼请问一下，你下你草屯那边有客家歌谣办吗？有哦，有哦，嘿有，毋过吼无个机会吼，宣传出去啦吼。今日有安尼机会吼，承办吼，因个各位的乡亲吼，他家做阵吼来参加因个歌谣班啊、舞蹈班啊吼，拄迄讲吼，也较草屯嘛无简单吼，你著成立的吼，看有法度个本业着吼来继续的成长。好，谢谢。所以那个乡亲系希望采进类哈，就客家歌谣班啊，有客家歌谣班可以让他们聚会，传承客家文化。那还有其他人有什么样的希望吗？国家修的反映。我系想讲吼，本身啊，你俩移民野苗就在配合个龙泉郡，然后俩蔬菜，因为俩蔬菜大部分拢系种热，那种水，那种无形。故所我希望讲，喺咪俩提供就在咧开发，走一下讲，我们的深度之旅就是做一个客家庄，在地的客家庄，配合它的一民爷庙、龙泉郡跟在地的产业，然后做一系列的深度之旅这样子。从两片移民庙，跳狗又办嘛个发通上一个客家传统上显力啊，了就希望重新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样传统技艺，是吗？是，还有好，非常感谢那个小琪哈。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个开放一个机会吗？做在咧分享，你就很希望那边做在做嘛个？了解欣赏伊吼。就我们中原里哈，是第一点这边有客家哈，客家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因有两个宗亲，一个姓陈的，一个姓范的我会记得10几年前还未地动前吼，因只有即个客家记录吼，因为迄个较早有迄土埆厝吼，有迄客家特色的土埆厝，但是地动了后，即个物件拢去又倒位吼，是毋是讲请咱即个有关单位咧，会当想办法来设乱咯，佮甲阮重建即个过去即个有客家精神的即个。即个也做土埆厝吼，伊即个散火宴啊啥，代表客家诶即个精神的。是，即个好多人是讲这是土埆厝啦吼，客家伙房，以前咱草屯这里介济哦。是咱草屯这边，阮中原里进行土埆厝真济，我真吼，对因客家的即个文化吼，我嘛真认同。尤其咧，我一直甲阮庄里吼，阮闽南人较济啦，我一直咧甲因强调吼，咧甲因推荐阮客家人这边食的即个点心，
就是这个汤圆啦、圆仔啦、迄个麻糬。好好好，谢谢谢谢这位先生。我们常常讲啦，扶老客，扶老客，吼楼哈啊，既是扶老更是客啦，哈，所以大家这样百花齐开，十芬芳啦，那种感觉。多元族群融合是最美的。那我这边好，再来请问一下，我们上个月刚刚才说了嘛，好，才成立了丑顿嘅客家协会哦。那边看到有历史中吼，你看安尼客家协会成立咧，台提咧下群众甲情况很勇办去，乡亲朋友就动也亲来参加吗？我算起来算是第2代了哈。第2代，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哦，我们急着很想找回我们的母语了哈。我是借由这个机会来鞭策自己啦顺便要学习我们的母语哈这样子才不会说每次回去扫墓叔叔伯伯都会骂说都不会讲客语，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各位来共同来学习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都要来参加我们的客家文化协会，让我们的客家文化来发扬，来共同来推动。谢谢。好，非常感谢历史中。我请问一下是讲未来客家协会成立了客语班，会参加未来国哈会，甚至带着你的小孩一起来学客家话的，请举手。会来参加客语班的吗？安豆好，谢谢。这边我要请教刘祖明，刚刚看到举手的乡亲了哈，他们都强烈的表达，如果有客语班、客语歌谣班，还有一些母语传承的文化活动课程，他们都非常想参加。那这方面呢，站在我们镇公所这边如何来协助他们？尤其在协会成立之后，将来是不是在预算还有计划上也可以多多给予一些帮忙？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积极来辅导成立这个客家文化协会的目的哈。那希望以后镇公所公部门会跟我们客家文化协会私部门2个方向共同来努力哈当然能够开设很多的班级，让我们很多客家的朋友能够来共同参与哈，这个就是我们最积极要来做的最先的一个目标。谢谢大家。好，那篇问题我继续请问寇总。跳下相信也有公道，像俩移民苗安酱都俩片啊。其实人摆做咧办汉卡多个客家，像客家善贤理安用个文化法通吼，来本大家看到。然后跳下又向进公道，都9年台体通过后，当多个路务都已经真完体咧吼。你看为了都硬体个设备还有修长，你就下冲然个规划到计划吗？头先个里长讲的吼，安尼个土脚屋哈，这个传统的老屋哈，重建的问题哈，这个重建的问题跟我们客家的业务可能是没有那么相关，可是，在我们有做这个客家资源调查哈，比如说在我们中原里是纯粹的一个客家庄，如果资源调查出来，确实它是有保留的文化保留、文化这个保留传承的一个的重要的点的话，那我们一定全力支持，而且我们可以在计划里面就列为重点。好，那我们将来要重建是没有问题的，而不是说所有的房屋都要去重建，而是我们要对有客家文化价值保存的部分，我们会选择重点，然后把它作为我们这个客家庄的一个特色来做行销，这样子。那我这边先请教授回应一下，教授根据你的田调的研究了解我们草屯这边有值得被保存的客家老伙房吗？这个中原里的一个特色，因为它是2次移民，2次移民就跟台湾来讲，跟一般的1次移民的客家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其实呢，在台湾目前来讲，它对客庄文化的保存，大部分都是强调1次移民，就是从大陆渡海来台。但这个地方其实是2次移民，是在台湾在其他地方落脚之后再来这里。那这2次移民的特色，其实目前来讲是比较少的。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将来我们琢磨的地方，就是会在这个地方呢帮大家忙。那有一些需要镇公所提案，我们会请镇公所，去县政府帮忙。刚好我们科长在这边。2次移民最大的特色是？它是在岛内，它其实在台湾岛来讲，它是祖先，它第一个地方不在这里，对，而是在譬如说刚刚讲的在桃园啦，或者是在苗栗啦。或者是在台中啦，那他第2次迁徙到这边来，对，但是它的特色是这样。那在地生活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包括他们种烟啊、种水稻，还有水菌，这些都算是2次移民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樟脑丸客家人有一种说法，因为客家的就是有人说这个有一种疾病叫蚕豆症的，客家血统的很多但其实这个是很多人说，假设我们孩子有检验出来那种疾病的话，他就没办法，樟脑丸是尽量避免。但其实这很特别，因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樟脑是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很特色，所以樟树在我们南投地区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树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多所琢磨哈，水菌、樟脑，还有这个甘蔗、樟树像这些都可以是。好，谢谢教授多所琢磨。那边有强调重扣重哦，听话又谈到樟叶、穹脑啊，种染啊，都会安尼客家艺术移民嘅文化特色啦吼。都让政府透过安尼做南投啊，也系国乡重了解客家文化经营方面，就嘛个经验，系了下草屯啊，也系讲主产情那边做得好些的喏。我们草屯，尤其是中原里哈，它的特色就是我刚刚有看过我们草屯的一个初步的调查资料哈，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木种的白贡哈，还有水菌，还有我们在地的烟叶。其实，在草屯，不要说草屯，整个南投县这里是一个唯一的。就是非常特别，所以人白系咪？安尼客家协会也系讲有办法同让政府那片为圈里的机器。是的，冇错。安尼吼，有深度安尼的特色吼，掠下安尼的方向做行个文化创意产业，一定要跟文化做结合。那么安尼结合吼，佮做行个路路吼，唔好赚钱呐。因为按草屯规个草屯来讲吼，因为中哈系一个商业区。整个商业区，它很多都是因为结婚还有工作的关系落脚在这边，产业的部分在这里算是很特别，所以我可以感觉到我们中原里这个区块未来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草屯客家的重点发展区。哦，郭总又讲咯，草屯系安尼客家发展界重点去哦吼，所以。在此面建嘅力量，大家汉卡发展、汉卡达标，南白让政府还有警公所都会填修。这边主秘有加请教，回应刚刚两位来宾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再重新包装、创意包装这方面，你的回应、你的想法？各位居住在这边，都是因为这边有丰富的水源跟土地，所以各位才会到这边来。那因为这种的文化的产业，是我们未来要跟各位结合，来培养各位一起来努力创造这种文化创意产业。那我好奇主秘，我们现在草屯镇的观光客多吗？目前来讲，因为交通的开发哈，那现在草屯原本是因为进入南投县的一个主要道路啊，因为国道6号、国道3号的开通，那所以经过要进来南投的这种外来的就不必经过草屯哦，那慢慢的游客就会比较少。那镇公所在这一方面也一直在努力。开发很多的观光的景点、创意的产业，希望外来的游客能够进来草屯。那你觉得草屯现在可以发展的观光景点是什么？当然，像各位刚刚讲的，我们这个创意的客家独特的这种地区的发展，也是未来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像水郡文化这样，如果这样可以做成套装行程，虾都应对了，然后冻河了哈。教授要补充是不是？请说。草屯这个地方，因为各位知道说，现在两岸交流非常密切哈。所有的这个中国人哈，来台湾一定要去日月潭。到日月潭呢，草屯是必经之地。好，草屯必经之地。但是这草屯，所以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刚刚这个中原里的地方，我们看从国道6号下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卖点。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大家啪一声就到日月潭去了，就没有到这里来。所以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将来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停在这里，而且这里有交流道可以下来。那下来这个整个这个其实就是包括龙泉郡，包括义民庙，一定有卖点。还有包括我们营造一个客家文化。所以之前我曾经在镇公所里头跟镇长报告，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想办法把这个祭祀圈大家现在是义民庙当信仰中心。那义民庙里头，因为它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宗亲的组织了哈。然后从义民庙里头变成文化圈，祭祀圈变成你的文化圈，然后生活圈，然后生活圈里头加上我们的这个刚刚我们科长讲的文化创意很重要。然后这个台14线这里头，过去有一个叫艺术大道，其实我们99峰在这附近，准备在那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其实都是一个卖点。所以我们会在想说，将来包括工艺研究所现在的这个工艺的一个研究园区，还有包括99峰，包括中原里。甚至包括国姓的湖龟，
全部好，那这串个地方我联在一起们把它放在一哈起，放在一起之后呢，然后再做这样子，你就会有卖点。所以教授咱安尼分享说明的哦，安尼草顿了片又动丰富甲较甲待遇，然后较甲内涵啦吼。所以讲人白人用个做，还是乡亲朋友去甲拿出去甲个力量哦。好，你也时间我开放俾乡亲朋友哦，我让安尼来分享一下吼。你对草顿咧发展较甲文化，还有嘛甲去甲个上班么？咱做地的话吼，都个那种国小基的时阵吼，开办所区吼，所区有法度吼，有一个讲客家语言教学班安尼吼。是，好，谢谢你，安尼这位先生可以。所以客语教学班也是乡亲们很希望成立的哈。针对了部分，还有其他乡亲朋友对安尼草顿个字眼哦，了解欣赏，去到安人。我知道哈，嘿，给就是养音的人才啊哈，需要培养哈，就会讲蔡天颖哈。蔡天颖的故事就会讲，要我培养我们的影音的部分的人才，就像我自己今天来，我有在拍，对不对？就拍我们自己的故事啊，用纪录片的方式来拍自己。拍完以后呢，我们在我们的县政频道播出来，片播出来以后，其他的地方的人才会来看到我们的产业。所以影像时代，影像最能打动人心啊！哈。对，我本身是在联合大学的客传所啊，现在还在那边进修。但是我要退休的人，我都一直在努力的在拍。为什么？我要把我们南投县的客家的事物有关的东西，有关那个语言、山歌，还有个产业，全部用影片的方式。传播出去，世界大家看到南投县嘅进步嘅情形。所以其实你学到咱挑染地图，大家从伊讲嘅，学会学染印、学记录、学摄影，你看冇嘛嘅为所学习，希望做啲多多增加啲字眼吼。好，非常感谢你嘅欣赏，好感谢。各位乡亲，跳下那边也要讲到，安尼草顿两片嘅水准啊，用餐准两片吼，有酱跳下。安尼入来嘅时阵要看到吼，有了解竹林，有白讲，有太阳树，还有水准，还有日口嘅好天，看起来真紧非常正。然后安尼跳过细细细个回忆啦，当上场。毋定你饲到了系字眼么？你饲到用咧发扬，下本大家像迄教授讲到诶，做得闹滚讲学来入来，还有嘛个想法咧么？好，那你嘅意见讲出来。做得本草屯同水利会合作吼。更加发展当地的客家水准文化，本较多人了解水准本客家文化关系，做得嘛？还有请问哦，所以你水准了顺挑吼，你有即个种无吗？水准也哈那边拢有啊。都有哈。都有。所以你系希望从水利会两片做得咧结合，去推展那个水准文化。系啦。好，非常感谢你嘅先生，我开放机会给乡亲朋友。当然啦，我希望讲嘅客家文化社会来讲，就结合全台湾省的客家人，互相的交流，大家所有交流，因为我本身阿公阿妈是都丢了那西上去公馆，我就是冇使迁到位啦，但是我多一下我两公婆办下来在松东那边，第二个已经待17、18年了，所以我对啊范理事长，佢咧成立客家社会来讲我一一同好啦，因为我做得来讲，也我属实按照客家乡情啦。佢我也注意我嘅陈太哥啊，吼，以前是当我松东做推表的啊，佢都遐做注意我讲，客家佢做推表的，我一定全力的支持佢。所以我希望讲，以下客家社会成立，我哋希望全台湾省的客家社会多来让我草屯客家社会联络。所以这个发展一下嘞，谢谢。非常感谢你嘅欣赏，横向的串联啊，筑基到筑基自建哈，相互联合咧交流经验。我地图基本出体草屯嘅客家协会之外，也有其他乡镇嘅客家协会嘅新人也有来咧嘿。你嘅先生你好。因为我竹山啊，要干嘛？要做木刻嘅工厂，个桐花嘅修情墙，提出个土满几个几来做刻啊，做嗰啲木刻。所以讲你我竹山冇桐花，我做新立做协会了后咧，我感觉讲，唔单像你客家人唔单像系桐花啦，因为蜡烛了，个淡管全部用蜡烛做啊。冇咁错。我希望讲，你来在国种嘅
赤足的节，日足节。哦，也7、8月了哈，做日足节。哈，竹山园区哈，又系日足当多。我汉白啊，我为了做客家的赤足节。好，非常感谢乡亲朋友安热情吼，大家经过安用有个发言来讨论吼，就希望做得联合所有嘅资源，好好咧发展发挥安尼两片菜地嘅客家文化，做得向上新未来哦。安尼先谢观下杨皮高度做咧安尼村民大会嘅讨论现场。山湖南嘅莫言故啊，莫嘅共用來講出，人生過嘅真故事，心中有個馬言地，土地莫言聽是煩惱，誰無莫言來可怕。但那心過嘅就愛相藏，日子從前拖不用。有啊，是2年來狂變咗。